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迈入第2届绿色生活创意设计比赛，不只有高额奖金，而且要将创意生活化、商品化，唤起大家对责任减团的重视。邀请全国大专以后的学生，在10月13号进前踊跃报名参加。由担市副市长吴宗营、南台科技大学校长郑谦加松下电器总经理郑贵斌共同启动之下，第2届绿色生活创意设计比赛要再次邀请全国大专以后学生，以绿色集团加智慧科技等2大主题来设计商品，除了透过三观学的力量，唤起大家对责任减团的重视，更希望所有创意真正当生活化、商品化。对此，副市长嘛借此宣传绿色科技园区要伫台南进驻的重大建设。当然，基本上刚开始可能是筹备人员不会很多不过就是最少开始，然后几个工程也会进行，包括中研院、包括能源局、包括经济部、包括将来的模厂或者是工厂的兴建，兴建完那个模厂的轮作，然后再推广到台南市。或者是高雄，或者是鹿竹，或者是嘉义等等的工业区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程。如果说能够跟我们这个今天的设计比赛能够融合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开端，后面那个是一个成果。主办单位表示，到时所有参赛队伍到11月7号将公布入选名单，12月10号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决赛，所以嘛鼓励师生踊跃参赛，为优秀的台南甲地球尽一份心力。台新闻管制王子豪采访报道。市府推动大台南公车节文化，同时嘛提升转运站的品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座新建工程。交通局特别举办摄影比赛，吸引全国各地优秀的作品参赛，上午举行颁奖典礼。一张大台南包括关庙、保安、北河等转运站的相片记录，不止技术超水准，更当看出翕相人对早到暗用心处境甲创意。而且就是交通局第1摆以转运站作为主题摄影比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朋友来参加，对300件作品当中选出36件作品，在上午佮正式进行前3名等奖项的颁奖典礼。同时，这优秀的作品嘛成为行销转运站开发有成上好的记录。那我们台南市政府从102年开始推公车捷运化，那不管是在有人数上面，或者是一些设施的一个建制上面有一些成果那我们是希望说利用我们这次这个竞赛活动将我们的转运站的一些成果可以展现出来，然后让我们更贴近一下我们的民众那这一次我们也邀请一些很资深的一个评审委员比如说像我们的台南市摄影协会的何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在地长隆大学的一个老师，还有我们的那个黄朝安导演来帮我们评审那这次的参赛的作品水准非常高那帮我们一些转运站，比如像我们关庙的转运站把我们的特色都展现出来。那我们也是希望利用这些作品作为未来我们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推广。在老日的颁奖当中，除了借出高达15万块的总奖金甲奖项，到时10月18号到24号，卖将入选作品在市府举办展览，让市民看见公共运输的利便，甲转运站无同的特色风景。台新闻管制王子豪采访报道。安平区王城西社区发展协会每一档拢会举办中央敬老甲社区营造成果展，现场不只有点心会当享用，更有精彩音乐、舞蹈、戏剧表演，互长辈时代快乐的过节以外，也充分展现社区营造的成果。
由社区志工妈妈用手艺加上舞蹈表演，为今仔日王社山的社区营造新歌典温馨开场。这场由社区发展协会结合中央节办理的社区营造新歌典，特别邀请拥护中心的长者来现场做伙同欢，让老大人欢喜过中央。今年是我们其实社区成果展，我们每一年都会办。那重阳节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养护中心的老人家，还有社区的老人家到我们社区啊。我们社区会准备一些舞蹈节目、社区剧场。尤其今天的社区剧场是我们延续去年当剑士遇到金小姐，我们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结合了在地的文化、美食，还有时事。像今年发生的地震、发生的台风，那我们会把这些的元素加到这社区剧场里面。那很希望说社区的里民跟我们同乐。当中新歌典的重头戏就是社区剧场，这次理事长延续去年当剑师拄到金小姐的剧本，家己了海洋污染等议题，再加上社区妈妈一手包办的道具、服装等等，来呈现这出戏剧。社区剧场我们差不多是2年一个剧本，那剧本是我自己写，那个服装道具我们都是志工自己做。连服装我们也是自己车的，那个从买布到做成那个衣服、裤子、道具，都全部是志工全部自己来。我们不会去买外面的东西回来做，连我们的自己做的拐杖，我们都自己做。因为自己做的东西，我们是希望在制作的过程中，那个社区的志工会有自己的一个向心力。不是说买现成的，很简单就把这个东西就交代过去了。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子。社区妈妈心动活泼的演出，让大家时大时看甲笑嗨嗨。不但达到庆祝中央节的目的，更透过这种方式来凝聚民众的向心力，以及对社区的认同。感谢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不止素食店有得来速的服务，现主时得连公家单位也有得来速。中西区户政事务所为了让民众节省时间，并且解决停车位歹找困扰，特别伫门口口设单位，帮民众快速办理户籍誊本、甲户口名簿的领取服务，非常的大心。民众来到中西区户政事务所，唔免落车，坐伫车内就会当轻松取得户籍誊本，甲办理补领，或者是换户口名簿。平均10分钟内就会当完成，不但节省找停车位、甲临柜排队的等待时间，而且也省下停车费，加真方便。我们为了提升我们民众为民服务的一个洽公品质那也体谅到我们民众在市区来洽公停车的不方便所以我们特别开办了我们户政得来速免下车我服务的一个在大台南来讲算是一个创举的措施一个创新的做法。那这个做法我们是发施于我们麦当劳得来速它也是一样做这样的服务。那我们从最简单的菜单就是户籍誊本跟户口名簿这2个最单纯的案件来开始做试办。那到目前试办已经快接近半年的时间案件数大概有将近90件。这是我们在我们大台南地区的话，算是一个创举啦那也得到我们民众很好的一个肯定跟回响因为真侪民众也唔知影这项服务，所以为今年3月底实施到打，大约只办理了90件。对此，户政事务所除了呼吁民众多多利用，也迅速提醒，这项服务只有伫每礼拜一才有，而且目前只有开放户籍誊本、甲户口名簿的领取服务，请民众特别注意。感谢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知名百货秋冬时尚会正式展开，7号的记者会不但有10名模走秀，更特别邀请2位名模夏如芝甲黄志伟来分享流行的重点。另外，百货公司伫8号到16号期间，总共规划13场的国际时尚秀，要让民众快速掌握今年秋冬的流行趋势。
名模夏如芝、黄志伟几处场的引起全球的注目。这次因应百货公司的邀请，出席时尚月的活动记者会，并且各自分享今年秋冬在服装造型顶面的流行元素。秋冬2016年的秋冬呢，女生其实会比较多的缎面，还有一些编织。那其实这样子的搭配呢，会显得比较有一点点复古的时尚，然后又感觉很像巨星的架势。在色系这一部分呢？色系吗？我个人目前知道的是，可能比较偏有点类似，那个绿是比较像孔雀绿啊那样子的，因为那个颜色很难形容，我想要形容的仔细一点，对。然后可能会有带一点紫色，还有枣红色。是。那男生的部分呢？男生啊，我觉得男生今年会比较走复古的风格，我觉得会在格子上可能会比较突出一点。那我觉得还有一些detail 的配件，比方说领结啊、袖扣啊，或者是领带。那我觉得今年的配件来说，看起来用色都比较大胆，因为其实以前都会比较喜欢成套的保守，但今年就会在这个小细节上会做一点比较跳跃式的一个搭配，对。是为10名模倾向知名服装品牌走秀，有欧美时尚、摇休闲、复古等多元的风格。百货公司总共13场的国际时尚秀，将伫10月8号到16号展开。这段期间使用贵宾卡也就是联名卡消费无含金额，可当兑换时尚秀的门票。独家的时尚月活动是以买 Fashion Channel， 那我们这次邀请到夏如芝来担任我们的封面人物。那我们针对就是这次时尚月，我们也有安排国际的走秀活动。那我们邀请到13个品牌以及10名模来做走秀的部分。配合着时尚月活动，百货公司佮港部推出翻糖蛋糕展，用翻糖蛋糕来呈现经典的电影主角，要让大家看到无共领域的流行电影。但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要看这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绝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10月是国际年癌防治月，世界各地拢有相关的公益活动。台南的饭店业者都特别邀请市长赖清德、家人名气以及部落客做伙来响应拥抱健康的活动，公益所得将捐予年癌防治基金会。为了响应国际年癌防治月，香格里拉大饭店推出拥抱健康、矫正有忧的公益活动，结合市府甲购物帮，邀请赖市长、艺人丁玲、知名部落客马克妈妈、米宝秋、施小泽等22位，设计多样怀抱准备来贩卖，并且将活动所得扣除支出以后，全数拢捐予财团法人年癌防治基金会。以行动来支持这项活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更希望以实际的一个动作来鼓励我们身边的女性朋友们自我防护。然后我们也因此在10月7号早上9点多，我们举办了一场就是那个乳癌的健检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机制，为自己的自身的一个保护尽一份力量，然后也提醒大家，我们真的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为了关心女性年房健康，饭店嘛伫大门口举办年房 X 光检查以及子宫颈抹皮检查。女性朋友只要载着健保卡，就当免费检查。也欢迎女性朋友爱多加利用，关心家己的健康。
但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联合国将10月11号定做国际女童日，呼吁大家爱重视女童的生存权、教育权甲自主权。台湾世界展望会上午特别结合台南女中甲社会团体，做伙来为女童发声。根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球有3100万的女童活到上小学，嘛因为无受教育，互因欠缺基础知识甲一技之长，经济弱势甲轻视，嘛互因面临早婚的命运，成为儿童新娘。联合国为了呼吁重视女童的权益，将10月11号定做国际女童日。对此，台湾世界展望会甲台南女中开衫婚纱甲国际冲塔台南社7号伫台南女中举办为女童发声活动，并且伫全校发起资助女童，帮助因顺利就学。那我们台湾世界展会其实做的真的只是世界上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真的是需要在座的各位来帮助我们一起为这些女童发声，让你们的手，透过你们的手，你们的就是一个支持的力量，让我们这样子在世界上这些有需要的女童，她们可以得着生命的改变。因为你们的支持，可能我们的一点点支持，就是他们真正一个转变生命的一个希望。我们讲到孩子嘛，是社会的希望。那有些地区他并没有给孩子希望，因为这些小孩子没有受教育，当然人生就没有希望。那刚才我们的纪录片有看到我们女童全世界有3100万位女童她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人生是完全无助啦。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给她帮助给她帮助。那我们台南中的每一位同学都很幸福啦，最起码我们都有受教的一个机会，都有受教的机会所以我们这些同学都很可爱。你们身处在幸福之中，你当然无法体会到没有受教育的痛苦啊。所以我们要发挥同理心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台湾世界展望会所推行的资助儿童计划，每个月只要700块，就当帮助世界上的弱势贫童顺利上课。协会呼吁爱心朋友会当做伙加入助学行列，用教育来改变这个世界。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展望，世界女童需要你。维金集团长期关心弱势，7号下晡前往安南区显强国小、甲定海国小捐赠物资给2间学校的每一位学生，并且承诺未来将会持续提供清寒奖学金，来帮助2间学校的弱势学童。显强国小位伫安南区四草一带，全校总共72位学生，每学期缴袂出学费的学生都有26位。维金集团主席沈庆金知影之后，透过旗下中石化台南厂前来关怀慰问，并且捐助物资给学校的每一位学生。中石化从2013年开始就对我们比较偏远地区的一些学校的学生，我们做一个关怀当然我们公司最主要就是希望说我们偏远地区的一些同学也能够受到同样的一个照顾那中石化公司一直很希望把我们启之社会用之于社会让我们的整个这个社会比较弱势的一些团体能够跟大家拥有一样多的资源。我们感谢我们中石化公司就这10多年来都给我们邻近的我们本乡很多的一个资源跟照顾啦。那我们也期望说日后能持续给学校关注照顾我们这个比较偏乡那弱势学生比较多的这个学生，能够安心的能够来学习啊。好，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将来他学有所成呢，也能够回馈乡亲照顾尽全力去照顾需要照顾的人。维金集团需要来到了定海国小进行关怀，并且强调集团秉持出资社会、用之社会，未来将会持续编列预算，提供2校清寒奖学金，协助弱势学童就学的权益。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
举办关会活动已经迈入第6届5000个饭店。今年除了推出关会送餐券、甲大房抽奖以外，阁有送米，吸引真侪民众踊跃响应。另外，伊甸基金会嘛设单位来为偏乡儿童募款，调民温馨。为了响应爱心关怀行动，增加会客的存量，5间饭店配合台南关怀中心举办关怀活动，已经迈入第6届，甚至阁加码到一档4摆。每一摆虽然拢是上班日，不过也是吸引民众无分年龄，一透早就来排队。4摆营业9点外就已经压满，拥有的参与嘛，互主办单位相当欣慰。那我们的活动呢是越来越踊跃哦。那今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呢，就有民众在现场来排队哦。所以呢，我们在早上9点的时候呢，我们的400名的号码牌呢，也将近呢，快要发完了。那我们希望呢，透过这样子集合大家的一臂之力呢，能够呢来解决我们社会上所需要输血的一些病患哦。除了爱心关怀行动，饭店嘛邀请伊甸基金会前来小单位提供受助社区甲儿童所亲手做的手工饼，希望所得会当当作偏乡儿童的工作奖励金等等。这次配合大义励志做的捐血活动，然后现场就除了捐血活动之外，然后也有义卖我们身心障碍者做的一些手工艺品，还有手工饼干，还有茶叶蛋。那这次捐血活动。额外，如果在做捐款的话，捐款150元会送我们的马克杯。那这150元主要是用在我们的偏乡儿童，例如说他们吃早餐还有助学的经费上面，然后还有帮助我们偏乡这些孩子的一些弱势家庭，对，希望可以扶助他们。对，那现场义卖的这些产品的我们所收取的费用呢，这些孩子所赚取的费用也是当成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奖励金，然后以作为他们工作陶冶跟工作训练使用。根据统计，饭店前5届关怀已经超过1200位民众，得到1318个货量。饭店嘛再次鼓励也捌关怀民众做回来响应。但新闻管制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节分，地将准好天气，温度26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5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0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泉，咱再会。呀。